再来看中油高雄的林园厂彰饭店，因为水汽的管线压力异常，有真侪水汽外漏，阁有真大声的噪音，当地民众是真不满哦。环保局接到报案嘛去稽查，认定讲是人为的操作出问题，嘛依照空污法来处罚。中油林园厂一直传出噪音，半暝时啊，吵甲人袂困着，居民气甲摄影铺伫网络。8月初六暗时12点外，中油高雄林园厂新三轻工厂因为水汽的管线压力异常，安全开关搁漏气，大量的水烟扑出来，还阁吵着别人。我嘛惊着，一崩着啊！无法度，阮住伫遮，免啦，就住伫遮，无哪法度啊。无欢喜啊，无欢喜要安怎？这10多年来，甲总直直伫改进。噪音持续20至30分钟，附近的居民拢惊甲精神，连沿海路顶路段的居民嘛拢咧怨叹。中油林园厂赶紧回息咧，表示讲，迄当阵工作人员有赶紧处理，目前嘛已经针对问题来调查，避免搁再发生。不过环保局稽查了后，认定是人为操作的疏失，已经违反空污法。该厂未依操作许可证核定内容进行操作，以致压力过大，安全阀跳脱。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第24条之规定，将依规定处分罚款10万到2000万元。环保局按算要重罚，不过事实上，这已经是中油林园厂今年第6届突查，前5届拢总是罚277万5千块。附近的居民虽然拢表示早就已经麻起啊，不过有关呼吁中油想办法来改进，让居民会当好好徛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